是公司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17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怡芝。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有中国配偶伫国校门口直播翕着学生的面，即阵去予警方依照刑法妨害秘密罪，告至校法上班。外国金融时报报讲，中国有能力拍台湾，香港媒体甚至讲上好的时机是访台来进前的上班日。新庄大拜拜，外百年的民俗文化，地藏庵的文武大将旗和观众手一拜一拜之做伙出巡交警。新闻头起先来看桃园杨梅去年到今发生5件公共灭火器爆炸案件，拆开了后，这生先后去的情形真严重。调查发现，这挂爆炸灭火器拢是自控制2年买的，虽望拢伫咧使用期限内，不过公所已经下令回收942支。阁有300多支，嘛拢会收到回来。炮火管管啊下骹爆开，管啊底嘛会当看出生鲜甲真厉害。这是顶个月伫咧上午，炮火管家己爆炸，边仔一个连底拢规个无去的，是这个月伫咧复工，同款炮火管家己爆炸。对一直发生炮火管爆炸，有的民众是真烦恼，嘛有民众感觉无遐严重。如果爆炸当然会啊，那是比较严重的事情啊，因为灭火器爆炸。灭火器不是来灭火的吗？怎么会爆炸？时间到了，那个区公所就会去换了。那会担心爆炸吗？不会，因为我们附近没有听说。当然担心，我真的要回家考量家里的那个已经蛮旧的那个灭火器要来太旧，要来换新。议员批评讲，敢若伫杨梅最近1年就发生5件，就敢若不定时的炸弹，呼吁市府要建立巡检平台。杨梅区公所回应讲，持续加强公共炮火管的巡检控管，会甲已经上旧的炮火管来汰换，保障大家的使用安全。从去年8月至今，已发生了5起，造成人伤财损，也让原本救灾的器具成为不定时的炸弹。厂商是初步判断都是因为锈蚀比较严重，然后这个干粉洒出来的这个情形。针对这家己爆炸的炮火管，公所调查发现讲，这拢是2002年的时阵采购的942支炮火管，同款伫咧使用年限内，但是已经过保固期。即卖因已经发文请里长协助来回收，目前阁有300支还未回收回来，按算6月初6进前就会当完成回收。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台票换美金昨突破30块，收伫29块9。按今仔早盘咧是起一角来到29块8。富邦煤的董事长蔡明忠表示，咱台湾对美国贸易顺差，即阵搁当咧关税谈判，新台票起价是一定有压力。不过当然也希望咱的脚步放较慢点，互厂商有时间通应对。新台票换美金的汇率，第拜一起超过30块，拜二开盘继续搁起，以29.92块开出。盘中报价29.82块，起1.15角。未来新台票换美金20多块的情形，敢会成做常态？产业界嘛真关注。台币的趋势不太会有变化。那如果你要看短线的话呢，当然就是缓升，大一点点的区间，大概是29.8到30.3之间。那等这个区间破了之后，再看下一步会往哪边走。最近台票一直在起，唔但讲具基等等的产业，甲中央银行化工希望保持30块的大关。就连寿险业嘛，因为汇损影响利润。富邦媒体董事长蔡明忠日前参加股东会受访的时阵表示，台湾对美国有真大的顺差，加上进入关税贸易的谈判，台票若继续起，百面会造成压力。它的幅度跟时间，这个当然也要取决于这个我们整个市场它供需的这个状况。我们当然希望的是。台币是能够缓步的升值，这样子的话，对于厂商比较有时间能够因应不会突然的措手不及。台票起的这波嘛，连带影响相关寿险业股价的表现。
支持寿险概念股，像富邦金、凯基金、甲中信金，盘中股价拢有落，大股大盘就算早盘有起，毋过随着个反乌，盘中把落加21389点，落超过100点。中央大学财经中心发布5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即个减上侪是投资股票的时机，显示投资人的信心要是受到关税无确定性的影响。大家的这个信心其实都还蛮受到一些不确定因素的一些影响。等到事情确定了，即使是利空，那也是利空出尽，或许就会有不一样的反应。学者认为讲，等到美国关税税率确定了后，不确定性的因素消除。各产业嘛会当拟定因应的策略，再个观察投资股票的时机，敢会当恢复稳定。公司新闻台北报道。中国伫台海发动联合战备警巡，咱国防部侦测到27架战机甲无人机，其中下过中线18架。台海情势紧张，外国媒体《金融时报》报讲，中国已经有能力向拍台湾啊。伫咧香港的《南华早报》甚至讲，这上好的时机是风台来进前的上半日。台海情势紧张，国防部27发布侦测到中国歼10空警58等各型主含虎的战机和无人机，计共27架出海，其中18架超过中线甲伊的沿长线，进入咱北部、中部、东部甲西南空域，配合中国南执行联合战备警巡。国军运用联合勤监侦手段严密掌握，并检派任务机、任务舰以及岸置飞弹系统适切应处。国防部也掌握到中国29要发射运载火箭，按算会经过咱国的 ADIZ。面对中国加大侵扰台湾的力头，外媒《金融时报》引述台美消息，讲解放军有由兵转战的能力，会当随时对台湾发动突袭。俄罗斯要攻打乌克兰的时候，他也是借口动员10几万人，然后进行演习。但是演习结束以后，他并没有撤离，反而是对乌克兰发起行动。它其实是类似的这个思维跟逻辑的，对任何的大规模行动，我想，不论是其他国家或者是台湾，都应该加以密切的监视。另外，香港《南华早报》报道讲，解放军若攻击台湾30到40大关键基础设施，台湾本岛就袂当正常运作，安尼就会当免战就赢。而且上好的侵犯台湾时机是伫风台来进前的热人工作日下晡。不过，学者质疑讲，中国选伫风台天登陆是非常困难，研判中国利用飞弹破坏咱关键基础设施，要假做是风灾来打击民心甲士气。我们对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维护，不管是资安、网络攻击或者实体的安全，我们都必须提升，也正在进行当中。总统大清朝27接见欧洲议会议员访台团，致辞感谢欧洲议会为台湾发声，关注台海的和平稳定，并且讲台湾是印太地区的关键民主伙伴。欧洲议会除了谴责中国持续对台湾采取军事挑衅行动，更强调台湾是欧盟在印太地区的关键民主伙伴，呼吁欧盟以及会员国持续与台湾密切合作。And that's why I think it's so important that we have good relationship and also show China and Russia that we have good relationship. Because it's a part of the defense that we actually stick together. 欧洲议会议员丁和瑞甲博斯纳拢强调，台湾甲欧洲的处境相像，民主国家爱团结，才会当保卫民主。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看行政院拨予各县市的补助款抬25%拍起，引起地方政府的反弹。国民党的立委吴宗宪告发资价总处的公务员违法，呼吁各县市爱做伙提起诉讼。那行政院是强调讲，这中央补助地方有裁量权，并无违法。行政院统台中央予各县市的一般性补助款25%，引起地方政府的反弹，效应继续小。国民党团都质疑讲，资价总处是知法犯法。由行政院主计处在编列今年114年度预算书的时候，同时发文给立法院的议事处，行政院心知肚明，这个是法律义务支出，是不能删的。如果可以删，这代表行政院伪造文书；如果不可以删，这代表行政院违法删除啊！他们可能自己都忘记了，他们说总共要删到930亿，而目前如果不足的部分，要求行政院自行再删除636亿，也就是这都是蓝白造成。
民进党团回击讲，迄当阵是拿白联手来台检总预算，才造成即卖结果。不过国民党立委吴宗宪嘛告发主计总处的公务员涉嫌违法，要求检调联爱依法来查办，而且呼吁各县市政府发起一般的给付诉讼，含申请暂时状态加处分，要求中央先发放即卖扣掉的补助款。我相信大家都目标一致，照顾弱势、照顾教育的孩子们，以及希望的基础建设，一刻都不能等待。希望中央能够依法处理。如果中央跟地方机关有争议的话，这个部分在宪法诉讼法它是有解决的机制。如果涉及到暂时处分的话，那依照宪诉法第43条，那前提是要先有申请。法务部表示讲，尊重立委的意见，指出讲预算台检相关争议，宪法法庭当在审理，目前同款是依法的行政。行政院重申，这摆台检一般性的补助款是完全尊重立法院审议预算的宽限，中央对补助地方政府有裁量权，在全部考虑到全国军兴发展和地方的财政能力了后，照情形来补助，并无因讲的违法的情形。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前一阵台北市发现有中国配偶伫国校附近开直播介绍学校的环境，因为有翕到学生囡仔的面，引起家长的惊吓。落尾警方通知这个52岁女性到案，依照刑法妨害秘密罪，搁有绩效法上班。这也是国内第一例伫咧校门口直播上班案件。今年5月，台北市议员柯淑华接到民众反映，发现民生社区迄卡头出现疑似中国岛因直播主来一直咧翕国校生，除了介绍国学校四边的环境，搁清楚翕到囡仔的面。担心啊，怎么不担心呢？那不拍了不晓得来干什么？如果是我的小孩，我会担心。我就是说，你不能跟着我。像一些对岸啊、过来的什么的之类的。来这边收集情报什么的。中国是不是在台湾有一些合作的协力厂商？那最近在社群媒体又疯传很多小朋友的器官都被卖到中国去，然后做器官的一个买卖。那锁定的都是小朋友，所以呢会让家长更担心。那警方接到报案追查，通知52岁中国籍的配偶姓刘的女子来到案说明，了后依照刑法的妨害秘密罪，还有绩效法来函上，正做全国头一例伫校园外口直播互人发办的案件。刘姓入配因为日前在台北民生社区外进行直播，因为疑似拍到小朋友的身影，被市议员告发。最后整起事件曝光之后，警方也透露，其实相关的案情不止一桩。5月15同一天，除了民生国小，伫健康国小也同款有一位25岁本国籍姓狄的女性咧直播，互家长报案提告。当天的暗时，有民众伫宝清街发现一位疑似中国籍的女性伫路边直播粪扫车清运的过程，不过最后是无成案调查。拍的车的部分，因为也没有实际的受害人，那后来也没有人出来报案提告，所以警方就不予处理。社会局已经就所送的这些资料来研议是否有违反儿童与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那我们可以进行行政指导，或者是命行为人接受辅导教育课程。那如果查证确实有违法的话呢，依法我们也可以处以新台币6万到60万元的罚款，并得公布其姓名或名称。那抖音中国统战的步数是800款，最近几年甚至搁定定举办两款合作比赛，以真济奖金，也搁会当去中国研学的方式吸引台湾的学子报名。陆委会就捌公布过中国来吸引台湾青年的手法，提醒民众都要注意这款空嘴报纸，实际上是一场空的青年统战。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中国配偶伫国校门口直播翕到学生仔的面，涉嫌违反刑法和绩效法上班。而且警方也讲，类似这款的案件唔那一丛。网络时代翕相、录影、甲直播拢真普遍，不过若是翕到别人，可能就违法啦。这个真的文书有倒位爱注意？今仔日解拍新闻，咱就请雅俊甲咱细分辨。雅俊，是主播。咱即马网络时代，大家拢有手机啊，大家嘛拢介意是假翕相、录影，佮抛起伫网络分享做纪念。不过，要注意，若是去翕到别人，可能会违法，会去侵害到人的隐私权佮肖像权。也就是讲，无经过人的同意，伫咧无公开的场合，甚至是去甲人跟踪翕相、录影，这就是去侵害到人的隐私权。若是讲，这个偷翕来影像，甲人乌白公开，也是提去做商业用
病毒等等，这也是去侵害到人的肖像权。那对方或者是讲，咱拄则新闻看到这个囡仔因的家长、法定代理人，嘛会当来要求把这个影像删掉，甚至是请求民事赔偿。若是讲乌白伫咧无公开场合甲人偷翕，甚至是去翕到人的私密部位等等，这就是去犯到刑事上的妨害秘密罪，会当来判3年的刑期。也是讲会当罚30万的罚金，所以咱伫咧翕相录影的时阵，若是要去翕到别人，上好是爱先得到对方的同意，尊重人的权益。若讲我今仔日主要就是要翕我家己，其他所有的人拢只是无张持对我后壁行过有翕到，也是讲我只是要翕遮尔大的范围，遮尔侪人，毋是要针对着任何人来翕，这其实就毋免惊有违法的记录。甚至是讲，咱甲所有翕到别人的影像，全部拢用马赛克炸起来，这就无问题啊。若讲咱今仔日是去拄到纠纷，要来自保，爱录影录音搜证，这都要注意，敢是伫咧公共场所，莫去不当侵害到别人的权益这事。即马咱人人拢有手机啊，随时拢会当录影录音翕相，都要注意，唔通违法。咱今仔日的解判新闻就先讲到这，所以将镜头交转去互主播。是咱岛上雅尊，过来关心最近新冠疫情搁压起来，有民众反映买无快筛，有里长伫咧网络问，市药署表示，当咧增加产量，这摆货嘛会扩大到连锁便利店。若诊所医师是建议民众进前处理吨的快筛，就算是过期啊，嘛是会当使用。还是想请问一下，现在还有那个新冠肺炎快筛吗？很抱歉，目前加油快筛现在没有货。最近国内新冠疫情加悬，不少民众想要买新冠病毒家用的快筛试剂，家己做检测。不过早几啊间药房拢闹空抓，甚至还有里长伫社群媒体铺文，征求快筛试剂。有缺货中。跑了好几间的那个药局都买不到。家用快筛试剂的话，叫货的话都必须要排单。像目前来讲，我们现在排单要排到6月26号以后，它才会供货。有诊所医师表示，这波新冠疫情主要的症状甲流感真相像，大部分会发烧、脑痛或者是咳嗽等等，要是爱靠快筛来检测才会知。厝内若是有过期的快筛试剂，要是会当使用。只要控制线 C 迄条线有显示，就代表会用力，要是有效。若是出现2条线，应该就是确诊啊，建议赶紧给医生看。过期的6个月，甚至更久呢，事实上都还可以使用了哈，不用说因为它过期了就把它丢弃了哈。特别是现在呢，根本就买不到快筛试剂的时候，你就把以前的快筛试剂拿出来再用，都还可以用了。目前根据业者提出的生产规划，自本周起，家用新冠快筛试剂每周的产量可以达到疾管署预估需求量的2倍以上。食药署强调讲，家用的快筛试剂持续伫赶工制作，一礼拜的产量已经有到46万支。另外，已经有联络国内连锁药房、甲超商等等通路的业者扩大铺货，民众会当去疾管署的官方网站，去新冠上新防疫专区来查倒位的药房有咧卖家用的快筛试剂。疾管署提醒民众，这波疫情按算6月中下旬会达到高峰，建议高风险的族群都要赶紧注疫苗，较袂活着了后并发重症甲死亡的风险。公视新闻台北报道。高雄参女大学当日选校长，所传讲候选人之一副校长李一鸣，伊的博士学历是假，而且委员会若像佮佮斗暗卡，互伊免负证明。若副校长本人强调这学历无造假，这阵学校是讲行政中立，会尊重委员会决定。行点心的时阵，专心注意每一个细节。高雄参女大学是国内培训餐饮人才重要的杀手。随着现任校长要到期，27号、28号要竞选校长，所传出候选人之一，也就是现任的副校长有可能谎报不实登载伊国外博士的学历。算是内斗吗？可能他们都有自己的想法吧。我们好像不太常见到副校长，所以对他好像都没有很了解。主要还是要证实这件事情吧。如果是假的话，那一定选上就没有什么好说的，就一定有问题。指控者质疑伊的国外学历有假，伊刻到的是工学院的博士，说家己讲家己是参女博士，嘛质疑这届校长评选有护航，互伊毋免提供国外学历的证明。高参大学生讲对着副校长无校长这么熟悉，有人怀疑是候选人之间的内斗。但是多数拢认为应该查明真相，若有误会，就要互当事人还有好好一个清白。以餐旅业来讲的话，其实创新创业也是我们非常强调的。
今年3月，副校长回应学校既由专班转型的时阵接受访问，伊讲伊无做假着伊的学历，嘛反控这是校长选举之间的抹污，伊已经甲相关的资料还有论文提供给学校，证明伊无错误。学校即时回应，即届的选举是由21名相关专业人士所组成的遴选委员会，学校代表是教学人员，无现任校长。因对着新校长的遴选态度中立，嘛无权过问。公司新闻乌刘婷丹香港局报道。台电最近因为备转电量无够，紧急启动兴达电厂甲大拿电厂机组，引起讨论。南北立委今仔日去兴达发电厂考察，要确认这小土团机组临时启动敢有合法。那台电是搁再强调讲，因事先拢有通知市汇款保局，并无这偷胖的问题。民众党立法院党团也有支持者27汇集伫咧高雄兴达发电厂外口画口号，因为高雄地方民代指控兴达备用的3号也有4号机组日偷偷咧放。民众党立委丁宝马也讲1号甲2号的机组4月嘛有重新启用。西改跟他讲内幕，连1号、2号都开了，还有大林也都开了，中火更是火力全开。你的720个小时，如果法律你觉得可以，但是你的生煤使用量是到100%吗？还是50%、30%？这些都是高雄市政府可以去控管的。民代批评台电也有高市府记载旧的土团机组重新启用，要求市府就要控制台电车土团的使用量。南北民代顶部嘛入批电厂考察，确认敢有符合相关的法规，也有宽频线路的规范，确认都有准备的进程。空污法相关的这个规定里面，如果是转备载的机组，那1年最多在紧急备用的状况之下，仅能发电720小时。但其卖强调3、4号机组启动有带条件无头轨的问题，承诺会严格监控。台电顶部嘛赶伫咧民代考察进行开记者会，说明机组的状况。备转容量低于8的时候就可以启动，所以依照这个规范，最早会开始启动的机组就是新达3号机和4号机。新达3号机和4号机是还没有除役。台电表示，敢若会伫咧限制状况之下启用紧闭机组，这嘛是为了让规个供电系统稳定，会拍拼伫咧供电稳定的前提之下，配合地方政府降低特定机组的运转。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台电启动高雄兴达电厂的小土团机组了后，引起外界质疑是偷偷放。台湾健康空气行动联盟等团体办记者会，指出小土团发电造成的健康危害是长期的，呼吁立法院就要赶紧通过2018年中火无收土团的决议。5月17日，台湾进入恢复加远了后，稳定电量减少，加上要到热天用电需求提悬，各界拢质疑台电火力全开。近日阁因为花莲和平电厂跳机地数备转用率无够8%，所以启用兴达小土团机组。拜日台湾健康空气行动联盟和医师召开记者会表示，虽然台湾 PM2.5 的年平均数值已经接近目前政府定的标准12微克，但中南部普遍的浓度拢真高，要求政府要重视。半暝也就无啥车，就落落来。但是燃煤是24点钟随时咧烧，24点钟随时咧烧。伊搁比车搁较毒，我经常讲的，为心脏嘛较毒，为死亡率嘛较毒，所有啥拢较毒的时阵，伊搁24点钟咧烧，所以迄是足恐怖的。台中发电厂使用的小土炭机组因为真旧，发电的效率低，同款发电量的用土炭量是相关的。尤其台湾暗时甚至超过9成拢是瓦克火力发电，民众烦恼的是长期的健康风险。有医师表示，根据研究，这30档女性肺癌发生率直直加悬，发现和 PM2.5 有关系。另外，有医师针对中华的学生囡仔做细菌的研究，发现有严重的健康危害。那腺癌就是它不是在气管、支气管，而是在更呼吸道的最末端，就是肺泡。那么这个肺泡因为 PM2.5 它非常细小，就直接穿过肺泡到全身的系统，所以它影响的是不只是肺癌。这个年均值PM2.5 每上升1的时候，其实就会对这些气喘的发生、喘鸣的发生，还有肺功能、还有呼吸道的发炎反应都会有影响。环团认为，行政院规划2034年中火无烧土炭上万，全面的健康未堪这等。希望后礼拜二立法院通顺利通过2028年中火无烧土炭的决议文。记者梁家嘅小桂林台北报道。
环境部公布国内2023年温室气体总排放量是比2005年减4%，不过能源部门的排放量却是增加1%。最近佮启动火力发电，这碳排放量敢会增加呢？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这备用机组的使用时间拢有限制，碳排放量应该是袂增加。国内排放温室气体上新的数据显示，2023年排放量来到278.63万吨，比前一档减少，嘛比基准年2005年减4.48%。其中能源部门放上高，比前一档减少，煞比基准年增加1.1%。面对火力发电取代核电，大拿恒大电厂备用机组开落去跑，虽然伫毋是空污柜对空气品质的影响无明显，不过碳排咧。等于是紧急备用，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它的时数也有一定的限制，而且它的量，其实你看的台电的这个煤的使用量，这几年是大幅度的在建立当中，煤换成气这个的效益，对于我们电力排碳系数或整体减碳是有帮助的。环境部长彭启明讲，若加速用天然气代替氢碳，对减碳有真大的帮助。如果2030年氢碳发电比例剩9%，到2035年要达成减碳28%的目标，还阁有希望。环团是肯定国内电力排碳的数字是逐档降低，不过认为讲2035年想要达到标准，再生能源发电比例还阁增加。在风力跟光电里面，其实都遇到一些瓶颈。那你这2年如果没有办法突破的话，你2030年的时候，你再生能源的占比如果没有办法冲到32以上的话，其实那当然就会很难达标。环团办记者会讲，国内前11大排碳大户用氢碳发电有7间企业，拄好是耗碳用上侪的7大业者。环团点名台塑石化、台塑工业、台化、甲南亚，套碳的总用量1013万吨，甲中华一档用的套碳1200万吨，差无多。台塑四宝1年的用煤量已经接近中火的用煤量，台塑集团应该要优先来制定这些燃煤计划，不要再把这些污染变成他们的利润，然后让成本转嫁让社会大众来承担。环团强调，关注氢碳污染的时，嘛爱要求排碳大户爱担责任。这个企业有76个高污染排放的工厂，挖进学校、病院甲人口真密的所在，对公共健康造成威胁。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有犯罪集团涉嫌走私保育动物来台湾转卖，甲动物饲爱困药啊绑伫咧人的身躯顶。一年来走私超过500只，有几名嫌犯拢依法起诉。那警方后一步又要追查这寡动物是卖互啥人。大田警力动员会同环境稽查，现场是垃圾日落膏，贴起来的笼仔内底有各种罕见的野生动物。伫笼仔内底活跳跳的有2只罕见的保育动物普通羊、鹰猴、大耳猴。现场阁发现懒狗的身影，列做第1支特别绝种的保育类野生动物，拢互违法的集团走私来台湾，当咧找买主。此集团自境外以人体夹带活体动物的方式走私入境，将相关嫌犯以涉嫌违反组织犯罪、野生动物保育法等罪嫌起诉。靠饲爱困药啊，互野生动物分气，结果绑伫身躯，对泰国走私转来台湾转卖。即个伫海关互人发现，专案者因安尼来出破。当中查到乌龟粪齿、印度香菇、甲青豆丁等等，经过警方深入侦办，佮对嫌犯的徛家找到保育动物。不过警方调查讲，违法的集团对去年2月开始，大约1年的时间，已经成功走私超过500多只动物入境，部分已经进入市面。大部分像这种一定是相对高单价的物种，大部分都是在饲养过程中没顾好就死掉了。对，很难说我养到我不想养弃养，国内现在都不可以养，这些都不能养，这个是只有在动物园里面有申请的才可以饲养。专家分析讲，包含懒狗、普通羊是真歹饲，尤其无得到政府的同意，也明文禁止饲养保育动物，若是违规是一定会受罚。互掠的犯罪集团成员已经获起诉，警方后一步也要追查动物的流向，来理清买主的身份甲买的动机。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为着要防止演唱会卖黄牛票，立法院三读通过社会特殊危害法的修正案，卖黄牛票上当罚18000块，要有关到3万块。
去年歌手周杰伦伫大巨蛋办演唱会，15万张票一声就抢了了。网络顶悬黄牛画价一张5000块，是花到3万外。裁判院今仔日三读通过社违法的修正案，黄牛票买当上当罚100，被纠管到罚3万块。来看顶礼拜三劫发生重大车祸，78岁驾驶昏迷，无法度配合调查。今仔日有家长有团体开记者会，呼吁县市府着爱重视校园周边的交通设施，来确保学生囡仔安全。三峡北大国校啊门口的车祸发生到今已经第8天，到底为什么会造成这桩悲剧？到今也无答案。这互家长组成的志工团体无法度接受，呼吁应该赶紧厘清事故的真相。跟他在同一个加护病房的受伤的爸爸其中一个爸爸对外讲的有听到他讲话，那我们是希望说赶快检警赶快去问讯他的口供。针对网络有人指控78岁驾驶已经申请阿东病院8岁讲这是谣言，表示目前事有的驾驶当咧昏迷，也若这届车祸造成3个人死亡，内底有2个是国中生。校园周边的交通安全问题也引起社会关注。有家长讲，即马拢会提醒囡仔行路爱看路。我们有看到那个很残忍的新闻画面，也有跟孩子讨论，因为现在小孩子很喜欢戴耳机。所以会就是告诉他说，其实你都要关心你周遭的声音。拜二透早，全国家长教育志工联盟开记者会，诉求政府爱伫校园周围提供检测板、闪光灯等等的相关设施，以防像这款的悲剧搁再发生。从这个一些相关的资料的画面看得出来，它的路幅是比较宽广。那像在这种路口的时候，其实它应该是有一些其他可以像我刚刚建议的，就比如说减速板，类似这种的措施可以防范。联盟也建议各县市政府一定要针对导护志工规划相关的课程，透过导护志工来保护学生囡仔上下课的安全，让导护志工发挥更较大的作用，确保囡仔的安全。记者陈选林旭凯台北报道。国内连续发生重大车祸，甚至有人是无驾照就驶上路。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要修法，甲无驾照罚金有关，比照食酒塞车来综合处罚。那所以未来的罚则，第一要把金额上面要提高，好。那第二，我们也会针对这个扣车跟扣牌的部分来做往前的迈进，好。那另外就是我刚刚所提到的金额的提高，我们未来会比照酒驾的部分。也就是累计没有上限。顶礼拜五，台北中正区有一个78岁无驾照的驾驶冲红灯，造成车祸。目前法规对无驾照罚款上当是罚2万起。交通部表示，无驾照塞车累犯的人数是占70%，但已经启动修法，未来比照食酒塞车会综合处罚，而且这罚金是无限制。美国扣对顶关税冲击经济，咱经济部内部评估，汽车的关税咱确实有影是扣比美国搁较重，所以未来可能会调降。大兴针对这汽车零件，搁有美国制造的电动车来减扣税。美国总统川普关税政策出来，全球甲美国展开谈判。即嘛传出经济部最近一份内部评估指出，目前可能优先降低是汽车零件甲非红色供应链美国制造电动车的关税这2大方向。以美国车对进口台湾来讲，在台湾的品牌占有率大概在10%左右。所以其实量体并不大。国内的车厂来讲，原本它的市占率其实也没这么大，客观来讲是这样。所以我认为影响是相对有限的。经济部评估，会当出货的汽车，美国对进口品扣2.5%的关税，咱国是17.5%。也若零件的部分，美国扣上当2.5%，咱国是8.1%至15.8%。整体来讲，咱国的关税比美国较悬。即马放出消息，可能有降低的空间。不过嘛，引起业者质疑讲，这恐惊会对台湾电动车的产业、就业市场甲经济安全造成严重的冲击。应该是还好，纳智捷基本上的地板价大概是99万、100万上下，特斯拉基本上的地板价应该是160、70万。那如果能够降完关税之后，那基本上你就会发现说两个的价格可能很接近，产品定位还有它车型的大小其实是有点区别的。另外，汽车零件的部分，目前会当针对咱国无生产能力，甲美国有互相补偿的项目，亲像车身、水箱、甲卡电等等，放出调降的空间。也那专家是乐观其成。我们如果这样的关税是在台湾自己本身不能产制的这一些重要零组件，
比方说像引擎啊、底盘啊这一些哈。那其实降关税对于组装厂在台湾的发展来讲，有个好处，反而是你的组装成本可能会降低。未来敢有影会降低汽车零件货物税呢？经济部产发署今日表示，会持续观察日本甲美国谈判的进展，持续收集产业的意见，争取有利谈判的条件。公司新闻台北报道。来关心国际新闻，美国本地6月开始要甲欧盟扣50%的关税。川普当时宣布暂缓实施，这也带动欧洲的股市甲汇市大起。欧洲央行的总裁表示，这川普政策反其反倒，颠倒是欧元加强国际地位的好机会，无的确阁会当取代美金。美国总统川普2月暂时收回对欧盟扣50%高关税威胁，同意欧盟执委会主席邦德莱恩的要求，甲关税谈判期限延长到7月初9。投资人总算心情较轻松啊！欧洲股市主要指数是强势大起，德国法兰克福指数是大起强要400点，法国巴黎更上高会指数也收红。分析师认为讲，欧美的贸易谈判充满无确定性，因后扣关税对谈判有帮助。Trump threatening at the last minute to impose big tariffs on June 1st. Was a very sudden move. It was a very destabilizing move. Now, with the supposedly extra time, it's a way for talks to resume again. I wouldn't say that the EU team can breathe a sigh of relief, because if there's one thing the US has shown, it's that it's willing to make sudden moves to try and take advantage. 分析师阁指出讲，延长期限是恢复谈判的一种方式，目前阁无啥清楚实际分歧是啥。面对川普反其反倒的政策，欧洲中央银行总裁拉加德表示，这正是欧元加强国际地位的好机会。欧元可能取代美金，让欧元区有机会享受一寡较大专属美国的特权。Europe can press home this advantage by continuing to forge new trade agreements, and we should make clear that we support a win-win approach to trade, ensuring that we are the most attractive partner to make deals with. We can do deals too. 拉加德也强调讲，特权并不是天顶落来的，是一定爱拍拼争取的。欧洲中央银行最新的报告指出，2023年欧元的国际地位保持基本稳定。欧洲定定要展现维护稳定法律甲制度基础的能力，来维护投资者对伊长期价值的信心。公司新闻郑伟仁编译。英格兰脚球超级联赛冠军队利物浦伫咧市区游街庆祝，所有一台车撞过来，害47个人受伤。驾驶是一个53岁英国人，初步判断毋是恐怖主义的行动。救护车无用在出入事故的现场，真侪人拢因为汽车撞甲遮尔大力受重伤，嫌犯已经互逮捕。英格兰脚球超级联赛的冠军队利物浦游街庆祝，一直看到车祸状况的球迷讲，迄当阵代志发生甲真紧，会使讲是一听到连续浪的声音，就随看到有人互弄飞，有的人互交过，阁有人互卷入车底。The car stopped at the scene, and a 53-year-old white British man from the Liverpool area was arrested. We believe him to be the driver of the vehicle. 另外一个嘛，伫咧现场的球迷是好佳哉无代志，伊表示讲车驶起的人行道对伊冲过来，闪过伊的边仔，绝对建筑迄边真紧弄过去，真侪人闪开，但是嘛看到车竟然搁在加速，当局当地调查嘛，呼吁卖伫社群媒体乌白传消息。What I can tell you is that we believe this to be an isolated incident, and we are not currently looking for anyone else in relation to it. The incident is not being treated as terrorism. 英超的历史已经真久的利物浦，一个月前有4场比赛状况之下，就以积分的第1名锁定冠军。落尾嘛达成目标，2日伫市区游行庆功，路线15公里，几十万的球迷参加，规条路人拢叉。球队已经等35年，总算会当大庆祝，却拄着汽车的冲浪。2020年利物浦等30年，总算甲第1个英超冠军摕到，但迄当中因为新冠病毒的疫情，大概是无法度做伙好好庆祝。公司新闻吴文良编译。明仔载旧历5月初2，也就是新庄大众节的诞生。新庄地藏庵自昨开始照景，这活动拢总有2天。但年旧历4月30到5月初1，拢会当看到大众节和观众秀出巡的闹热场面。第一台记者卢尚柱、曾俊佑就伫咧现场，要带大家做伙来看这项100年的民俗文化。
记者目前就伫咧新北新庄地藏庵的头前哦，现场会当看到这观众手的阵头已经来到庙埕头前，准备要来喊班出门。因为当年在一个旧历5月初1的时阵，拢会入巡，所以大众爷和观众手阵头拢会出巡来正刷。啊，那这个新庄地藏庵呢，会使讲是咱台湾观众手的发源地哦，咱就来听专家也更有阵头的讲法。今日是伊个正日是来做一个庆典要紧的部分吼。啊，咱这个部分来讲，就是讲大家这个民众吼，会来咱甲大少爷参拜。啊，沿路嘛有一寡香案，我卖分姜公饼，吼大家食平安。新庄大众爷庙吼，当地是吼。是一个蒙阿波的所在，所以有蒙阿波需要有大众爷来个管理嘛，吼啊收埋一寡，收埋一些迄个无主的孤魂，啊一直到这个黄秋水伊这个老先生伊学到官将手的阵法了，才开始有这个官将手哈。新庄文武大众爷绕境队伍拢总有分做新庄头前和中港3条路线，会经过新庄区的主要车路，在民众拢来祈求平安。绕境的路线嘛有交通管制，这规个绕境的活动，若照影年的经验，拍算是到暗时11点左右。以上是记者卢尚珠和曾俊佑伫咧新庄的采访报道。台中丰原有一间私立的托婴中心，团工托育人员虐待囡仔。社会局调监视器发现有3个人涉案，14个囡仔受害。市府甲托育人员和机构拢总罚129万，嘛下令停办。甲囡仔送去互人顾，台中市丰原这间私立托育中心正常营运，也毋过中心内底一个姓陈的托育人员，互人指控对14个囡仔有虐待的情形。台中市政府5月26日公布，重罚托育人员甲业者，而且勒令8月开始就要停办。毋过受害的家长表示，实际情形比官方调查还佫较严重。发现我的小孩至少有8笔画面是社会局没有提供的，然后中间就有副性教保员以及理性教保员，然后他们并没有去做裁处，而且反而是裁罚隔壁班的刘姓教保员以及曾姓教保员。台中市社会局认定姓陈的、甲隔壁班姓刘的、姓詹的托育人员拢有虐待，以情形罚60万、15万、甲14万，而且20档至30档内袂当搁再互人请。托育中心是因为严重的管理疏失，罚40万，而且勒令停办。业者对裁罚无意见，强调会负责，而且甲村的囡仔转走。我觉得就是我们应该负起的责任，就是该做的我们还是要做。对啊，目前就是我们至少先把现在的小朋友还在现场还在送托的小朋友先处理好。对，那后续的部分，我们尽量能帮他们安置的部分，就把它先安置。发现就是说，不是只有一个人对这个孩子，这是第一个啊。我们把其他的保育员也一起揪出来。那第二个就是，当他看到别的保育员对孩子不侍妾的这个动作，他应该当场就要制止啊，然后接着他就应该要通报啊。这是责任呐，那他们也延迟了通报。社会局表示，托育中心负责人甲3个托育人员的名册，但裁判书送到位，就会依法来公告。也若家长指控的另外2个托育人员，经过检视是手段无适当，后手会继续辅导，也会伫8月进前协助村的20个囡仔转去别位。公司新闻台中报道。来关心意外消息，金门有一栋徛街头早6点外，熊熊烧起来，阁有爆炸声音，怀疑是住户家己伫咧厝顶违法设放电的设备，害电线烧拍电，引起大火。窗仔门破几个大坑，边仔的态度嘛烧甲臭火大。金门东村一间民家厝伫拜二透早6点外，熊熊是大火，而且阁有真大爆炸的声，互真侪拄起床的居民是真惊吓。哦，听咧放会惊死。火势烧甲真猛，一家伙仔3个人受困伫咧厝内，好甲载消防人员关键引导，甚至3个人关门避难，阻挡浓烟，阁继续拖落去。随开10分钟来控制火势，甲3个人顺利救出来。是咩烧起来？可能迄个电池啊。电池烧起来，啊，人有命无？人无安怎？对顶悬站行过去，楼梯拢是臭火大潮，搁踏真侪凸电池。消防人员初步研判疑似是住户伫厝顶违法施设放热发电的设备，造成烧拍电，互凸电池崩起，才会惹代志。我们目视建筑物的屋顶有一组疑似风力发电的一个机组，那在受烧的地方有一些蓄电的一个电池。如果到时候风大还是什么，那整个掉下来那个对周遭的这些也是影响大。
专家嘛警告讲，设置小型的风力发电，伫事前至少是需要评估1个月到3个月的风速数据，嘛需要确认设置的关度。若是风速伤紧，阁无安全保护装置，拢有可能来创危机。那你可能还要去设一些避雷设备啦、断电保护啦。那如果你做的东西没有考虑到这些，就像包括你的接头没有接好啦，等等的，都有可能会造成火灾。林金宏讲，这摆会场无人伤亡，关键伫咧住户第一时间关门避难，值得来学习。过来就是要了解小型风力发电的设置规定，包括风速的保护装置和手动的断电开关等等，避免厝内就亲像有一粒无定时的密封弹。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台中西屯的宁汉街昨暝11点外，就有一栋透天厝着火。加在消防局赶到现场，伫咧1点钟内把火控制掉。这70岁姓黄的厝主嘛有走出来。那厝主讲，伊当咧用瓦斯炉煮食，煞引起爆炸着火。不过详细原因是要搁爱调查。火势从暗暝啊照到正关，还佫不时窜出浓烟。边仔厝边仔听到真大声音，今日走去咧外口来看，才发现这厝民厝已经被大火烧去。我们前面先听到一声，然后后面就听到蹦的比较大声，对，然后就打开门看，对面的那边有火。然后我们本来以为是夫妻在吵架在丢东西，后来觉得不太像，就又忽然啪啪啪，好像也是烧东西，然后出来就闻到那个味道。事发伫26号暗时11点外，台中市西屯宁汉街这厝透天的民厝，汹涌庆出大火。消防人员接到报案了后，今日出动19车，40个人力灌救。到场的时阵，民厝的1楼火势真猛，1楼的采光罩嘛已经被烧了了。由于这是联动的透天厝，今日油梯水线就惊讲燃烧。那我们到场的时候，1楼有明显的火舌窜出，那我们随即找屋主啊，那屋主已经顺利逃出来。而当时伫厝内底，大约70岁温姓厝主嘛及时逃出来，家在只有受到淡薄轻伤，并无性命危险。伊表示当时当伫使用卡式炉来煮物件，意思操作无细致，所以引起火势。在煮物件，可能个小瓦斯打不起，我用米灰去砍苗啊，我去提水，一个水嘛无够。火势伫1点钟了后受到控制，消防人员表示，民众伫使用卡式炉进前，应该注意瓦斯管啊是毋是有漏开，以及是毋是确实有斗好，确认安全才会使使用。而确实的起火原因，还佫火调进一步来调查。公司新闻台中报道。这个月20，台南玉井发生车祸，这驾驶若像是阳性发作，失去控制，害一对翁仔某，1个人死亡，1个人重伤。这对翁仔某，阁有一个27岁身心障碍后生，都有民间团体发起募款，希望外界会当帮助这个家庭。真欢喜的面对镜头来拍招呼，刷落来开始弹古筝。弹琴的时阵态度嘛是真专心。另外，动态的活动嘛袂甲伊难倒。身为南亚民族乐团的团员之一，27岁的伊只有囡仔的弟弟，而一直以来照顾伊的老爸老母，就是这个月20号，伫后这遭受到车辆爆冲，造成一死一伤事故的翁仔某。练琴就是他会专注嘛。专注，像有一个穿灰色衣服，那个就是爸爸往生的前一天帮他录的。就去问阿嬷说，那个往生是什么意思啊？然后问说爸爸有没有这样啊？因为阿嬷怕触动他，就跟他说没有，爸爸还在急救。也阁无法度真理解生死问题的大查甫囡仔，这段时间嘛是逐工真努力的练习古筝，嘛不停的甲家己练习的影片传予伊的老师来指导，但是老师是更较烦恼。这位万杯的团员未来的路会真辛苦，是决定帮伊募款。接下来面对的是他们自己母子2个啊。其实我本来也不敢抛啦，因为我会考虑到说那个募款怕人家会讲说我在敛财，我会怕这个小孩子以后怎么办？咱是去想着黑啊。那在丧葬的部分，公所还是会继续协助他的丧葬事宜。那在妈妈现在是住在医院，那现在意识是清楚，但是他还是要有一些手术上的治疗。那我们会等他
能够比较意识比较更清楚一点，那我们会主动跟他联系。当地药剂区公所是表示，因为受害者的户籍还搁伫台中，目前先协助寻求社会资源来帮忙，未来有需要的时阵，嘛会协助转介台中公部门协助。不过面对外界的善款，家属低调表示，嘛是要等到带伊的老母恢复了才会当处理。家属嘛再次对外界表达感谢。公司新闻郑云台报道。昨人表员讲，最近台东的车头甲渔港，变若休困日仔，人济车嘛济。不过车头在游客乌多摆煞乌白挡，甚至占用新种的停车格。最近拢总着开60外张罚单。台东火车头4块地仔的汽车停车格，定方发现讲，互乌多摆占用，当然新种者专用的停车格，嘛互一般的乌多摆占用，影响驶车的民众和新兴障碍民众的权益。警方最近已经处理60外件，但嘛是有真侪民众乌白停。即摆台东县的观光大月都要来啊，警方要加强处理，相关会当罚12块。都被摩托车乱停、停走、占走，对啊。除了机车违停人行道、残障停车格，还有甚至逆向停车等等，我们都会做加强取缔的动作。遮侪人爱去的绿岛观光区，后个月正式进入旅游的大月，要讲会有3-4千人起来岛顶，但是南寮渔港空间真细，过去定发生人车拢客做伙，通行真困难。县府即马嘛宣布讲，对6月初1开始要管制车辆入来，违规入来的车会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罚600到2400，呼吁民宿的业者接送旅客来配合。船班来的前抵达的前10分钟跟后10分钟，我们都会进行人流的管制哦。那也希望给来访的旅客呢，有一个人车分流，一个良好的人行空间哦。这礼拜6礼拜就是8种节的年假，警方已经规划伫绿岛和南市要做交通大执法，处理食酒赛车和桥倒摆无戴安全帽啊，呼吁民众和来遮佚佗的游客拢爱守法，莫犯法啊。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台北荣总玉里婚宴因为地点偏远，常常有民众来等要看诊，却腰甲身体无爽快。拄好病院辅导轻症的精神障碍住民有设立一间航胖的工作坊，即个学员做的点心，就会当分予来看诊的患者。甲做饼的面粉暖好，放落烘。这个穿蓝色微分数裙的学员是玉里永宾病院轻症精神障碍住民，因伫遮学做点心，嘛学习工作上会当安怎好好做工课。很多精障的朋友，他们没有经历过一个正常的一个工作训练的一个角色，所以呢，透过这样一个工作坊的机会，训练他们培养这样的工作态度以及习惯。玉里永宾病院因为较偏僻，病离商店较远，所以常在有民众打要予医生看，拢爱等真久，甚至等甲身体无爽快。所以病院这边想着甲这行好的点心免费分予民众食。担心他们空腹啦造成的不适哦，所以我们开始在一个等候有爱点心传情这个活动，希望就是把我们学员学得很好的点心，也先让大家一起分享。摕到点心的民众，大家拢真支持。你觉得味道怎么样？很好吃啊，很专业。我觉得很值得鼓励，因为他们可以多接触人群，那么他们到最后还是需要融入到这个大家庭里面。院方强调讲，因为玉里永宾病院伫偏乡，医疗人员无够，资源嘛有限，所以予医生看的时间，清早都要等3-4点钟。分点心予民众，若等到巴肚枵会当先记一个，嘛会当互这精神障碍人士会当肯定自我的价值。公司新闻华联报道。高雄有民众牵带路狗要去伊斯兰教餐厅食饭，不过店头家因为伊斯兰教教义的关系，无互狗仔入去餐厅。高雄市社会局今仔日去餐厅辅导业者限期改善，不过店头家是真无奈，希望大家会当尊重宗教的文化。社会局人员来到这间回教餐厅，甲头家了解规个事件规定。原来只是中昼一个查甫人甲朋友来餐厅食饭，因为伊有带狗仔，头家连伊说明无开放互宠物入来，所以来查甫人才讲是带路狗。虽讲带路狗毋是宠物，不过因为回教教义的规定，头家也是请伊甲狗仔绑伫门口，嘛替对方安排较方便的位置。落尾查甫人就离开，嘛伫网络顶表达不满。头家强调，伊无拒绝对方入来食饭，因一家伙啊拢是虔诚的回教徒，希望大家会当互相尊重。明确的把那个经文已经发给他看，而且是中文解释的，是古兰经第几章第几条文里面有写的，已经发给他看了。那他回复我们也确实他觉得是认同的，但是他后面写的评论就是我觉得就是欠妥的。高雄
市社会局27专工派人到餐厅辅导业者，主要是根据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规定，出入到适当去公共甲营业场所。社会局表示，会限企业者15天来改善，若无相关会当罚5万块。合格的导盲犬及训练犬是可以自由进出公共场所、公共建筑物营业场所、大众运输工具及其他公共的设施。社会局接获通报，会主动辅导。因为总交坚持说谎投诉，业者是真无奈。当事人朋友是讲会尊重，不过未过去一间餐厅消费，法令规定甲宗教有冲突的时要安怎处理，需要相关单位好好来思考研究。记者柯家库朝阳高雄场报道。天气玻璃仔，最来关心下半晡的温度。北部地区19度到30度，中部地区18度到32度，南部地区20度到33度，东部地区19度到30度。华岛地区20度到29度，还有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下晡新闻，我是梁怡珍，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川普敢若4天尔吼，所以伊的时间比别人较短。想要做一个美国历史上上伟大的总统，关税总多影响是伊会改变迄个做生意的方向。现阶段他是要 supply its own demand， 伊有这种决心，有这种能力。你若无做我欢喜的代志，我就做你无欢喜的代志。那就是